客家板粽煮起来特别的好吃。另外，红糖姜汁麻薯是客家人道地的小点心。把猪肉、香菇、虾仁、萝卜丝通通放进锅里，再加点客家香料，大火快炒，一盘香喷喷的馅料，不到一会儿功夫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客家粽的包法了。这一片片黄色的竹壳就是客家粽好吃的秘诀。将炒好的馅料和糯米包在竹壳里，会特别的香。除了肉粽，这个用糯米和蓬莱米做成的板粽是客家人才有的粽子。是番米好多啦。好多是啦，去真的出去摸啊，摸比走的时间是将去16半嘛。吃完了客家板粽，再来点客家道地的小点心——红糖姜汁麻薯。用埋了个红糖啊，胡糖之後啊，還有砂糖啊，沖下去煮好，煮比較牛就提掉啦，個買啦。买不用的，看你胖嘛5毛钱做对了。下回在吃这几道客家小吃之前，最好要细嚼慢咽，细细品味，才能享受吃客家美食的乐趣。民视新闻何乃强、陈小青台北报道。台北市有一位70多岁的徐老先生，热衷于客家事务，不仅执笔访问客家大佬，同时还义务地推动客家民俗祭典。哎，诸位，你好，来呛茶。登门拜访，握手寒暄。杂志社记者徐贵胜和受访者展开访谈。什么？这个新加坡中医面前啦，哈，都成立2年多，系嘛？拿着相机，手按快门，徐贵胜将客家景物用影像捕捉起来。你来呢？依家我哋嘅农民啊，伊有贡献。佢而家嘅目前嘅景陽機、插秧機啊，係李老鳳佢發明嘅。1年多來，70幾歲的許貴勝深入台北縣市客家莊，報道客家事。嗱，總之咧就係目的就係要持我哋嘅客家社團，按樣慢嚟做好客家兩套嘢，做社團嘅兩套嘢，按樣慢嚟做，才能夠使到有進步，才能夠使到能夠團結。頭髮雖然蒼白，但是身體硬朗的許貴勝說，他會繼續將感人的客家人事物用筆和相機真實的報道下去。民視新聞何乃強、陳小青台北報道。废棄不用的煙樓可以改造成錄音間或者是陶藝展示空間。現在又有個創意的新點子，就是煙樓民宿。我們一起到美濃看一看。火車頭煙樓民宿是個逐夢的起點。这片5坪大的空间原本是熏烟烧柴火的地方，如果改成通铺，再保留原有的壁炉设计，住进这里的客人一定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烟楼民宿风情。至于这个气窗又有什么用途呢？因为我地背吼，我将来有2个计划啦，一个很想做呢，香草治疗诶，用空气啊，像人咧细细嘅时候香油哈，来空气可以变更好啊。原来这个气窗和熏烟工作室相连，而且里头的管线还保存得很完整。除了可以熏香草之外，用来做酒窖也很好用。再来看看这一间挂着传统客家风情的蓝布边竹帘子的民宿客房，一进门就很有文学的味道。可以下诗啊哈，也个保留起来。喺房間方做面紗，都各有各種特別嘅秘詩啦。来看看房间里头的空间摆设，摘一束稻子和上石灰，就成了墙壁上的浮雕，还有老阿嬷的嫁妆衣柜。创意民宿的构想能不能让烟楼起死回生？再过半年就看得到成果。民视新闻黄美惠、郑兆佐高雄报道。